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基本机界复习类咧。哇，基本机界复习类咧很有译文哦，译文嘅气息哦。大家有想过冇？你头摆啊，系讲图书界世界嘅图书，从冇2方式、3方式、4方式，你是做得了解。哇，改良世界环境形容音、亲近形容音，係改緊嘅性情形容音。所以基本嘅時候，大家咧少嘅動作吼。好糖又優美嘅客家詩，當然繞牆度是你客家嘅非常有名嘅詩音哦，夾夾到本樣機，介就係你嘅鍾鳳慈先生，歡迎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鍾鳳慈。今日真嘅親朋友做的有錢到方慈姐嚟到鴉片哈，一開始嘅時間，大家就會知道哇，我方慈姐，我老爺方慈姐，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方慈姐就是一個詩人。對，有時候一個詩人的對話嘅時間，還會有一些敬重。冇安尼啦，不過其實不過方慈姐是真的很好的，很像很好的老師，很好的那個大姐姐一樣哦，就是很親切。我今日親朋友就會邀請到方慈姐嚟到鴉片，就會同大家嚟小嘅恭喜哦，方慈姐終於落嚟哦，我們花了好久時間，對不對？係啊。終於出了這一本詩選，聽有請大家吼都出來嘛，差唔多咪到1-2年，1-2年，差唔多。哇，這裡面其實是有青豆客家嘅詩人下嘅詩，對不對？在這裡面其實有24個詩人的詩選在裡面，對，全部都是方慈姐挑選的嗎？係啊，因為按多啥吼，其實因都行愛行較多啦。我哋講安尼安排咧吼，個一到10年嘅好作品吼，都安尼個下一本來這樣來做。錯，按你這樣做的，因為還有青豆青後嘅詩人嘅詩，我們就下集。對，這個先上集。不過其實吼，我看一本書嘅時間，一開始啊，我拿到一本書嘅時間，翻開裡面的詩的時候，就先被這個名字吸引了。我們黑公用法語來講是洛尼，唔講用客家話來講龍奶，很有味道哎，對不對？係啊。哦，但當時這個書名的由來，家下嘛係上記下嘅名啦，吼，想講到底你種名是代表你客家，又有10年嚟嘅美術啊，像我剛才本來想講四球。10田，對，不過像你係對講田都冇嘛吼，但你不用安尼聯想。不過對講，我係希望你客家詩嘅風景係多年啦，到時有到時用，對，吼，有啲人係無，有啲人係可能係太風花，又係講有啲係那還有種乜嘅啦？對，就是每一個人翻修啦，吼，保育啦，所以講咧，你特色表現出來係無窮快。錯，我想講，我想講，你係刺眼嘅人物，吼，係咪都講用2隻字都較簡單，不過佢代表嘅想法，你有個較。很較多，所以因為方慈先生第一書中書底都有講到嘛，好像是第一董事這一篇，我剛才差點要講出太不窮了嘛，如果第一董事這一篇，因為有一句話係冇乜嘅6年3斤大番薯，對，所以其實佢就是一個生根的這種感書，對不對？大番薯，那番薯又是一個好像。綿延不絕啦，像你子孫孫是，所以也希望講，其實客家嘅詩人、客家嘅詩啲一本書，佢都有強榮嘅感書。對，不過這本書很特別，因為我做樣嘅書冇簡單，因為佢都嘅詩人，好像是從老中青上推都有錯冇？係啊，哦，嗰種是很用嚟寫嘅。你按當然哦，我上下部出同台灣當到無窮。對講，特言企業嘅朋友講詩嘅問題，講你客家詩，吼，嚟到咁樣講，特別拿出來，你可能就要講較早寫客語詩嘅朋友嘛，吼，親接講對講，李玉芳啦、曾貴海、杜噴、方格啦、黃子瑤啦，吼，我也都，不過嚟講，按當年來運動，唔是唔得講單槍體育派。
印度还有第一排、第三排的人，还就想无能都来编一本实现，吼，迄安尼的想法，将来想讲，来编一本去看吼，当到先生嘛，当希望讲有安尼一家实现是的，上课甲是当教材，教材本，错，对，想讲事情都有意义，都想都同安尼文化界啊一个朋友吼，都讲件事情，无想到大概都安好啦，想真好，都大家都强下来。按用真好，古种你看亚本书嘅时间吼，乡亲朋友，你做在读亚本书底度看到我们讲很资深的前辈的诗选，对不对？哈，要是像新生代的诗也都叠亚本书底读哈。不过真有意思嘅事情嘿，这么多诗哈，虽然莫也爱哈，有搬几首诗来读，不过真的特色都完全都母空用哎。老师你自己选这么多诗的时候，有没有哪一首是自己最喜欢的？我讲没讲最喜欢哪一首了，就是最有感触。每上来讲我都有技巧特色哈，不过都是讲所谓的老中青都是讲较早写同较慢写，其实佢所在的，比如讲家故乡无共款，用无共款的腔调。一方面就是讲，诗的主题其实都会相反嘛，错，嘿，同大家关心的事情，所以都会变讲，家个有时都讲像应讲，我很希望其实呈现一个钻石面，大家都一个面一个面，对，核心还能较佳，用安尼的想法去表现啦，所以我感觉讲，当然啦，从庆祝杜潘芳个家作品开始，我感觉其实就我的偶像嘛。杜潘芳格，等下黑方池老师的偶像，也黑俺的偶像。系啊，其实是真好。所以日本实现地方来嘛，迄同家个反应的作品，反正安能较佳，用来太不强，用太不强，系冇。比如讲一开始吼，那本书嘅一开始其实就会杜潘芳格老师嘅作品。我说我看嘅时间，我就知道讲哇，旁边呢这个旁边都会写方池姐翻译，我就问方池姐讲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说其实呀都会杜潘芳格欣赏给华语诗，然后你把它翻成太不强什么？对，有一首诗我给印象真的很深刻，像亚述诗叫《平安戏》，平安戏很短，可是它非常有给龙史给。我觉得是给龙史沙逼，好像那个务农社会有没有看平安戏给这种给讲述？对，所以这个其实是用太不强来读，系吗？系啊，那老师你要帮我念一下吗？这平安戏？那首诗可能係大家較接看到嘅杜潘芳格嘅作品嘛。對。因為這樣開始大家都寫嘅能刻法嘅嚇，當到用詩對講做試看嘅，唔係講當有把握。杜潘芳格佢嘅嚇，也少嘛係要佢唔知係咪佢自家翻做嘅刻法啦。錯。我係想講，對我來講，佢托好乖乖，我都該用太不強來。錯。我哋下都日本大家聽呀，大家從下看到嘅啦。哈。平安喜。年年都係太平年，年年都做平安喜。就曉得順從嘅平安人，就曉得原來嘅平安人，為見戲棚下看平安喜。佢唔到啥，很記做嘅啊！千多嘅平安人，情願嘅情願熬菜不見嚇，去甘蔗鹹第二件，哦，也係一農好路嘅，保持一條自己路面，看平安喜。其實冇咁簡單，咗嘛，真嘅冇咁簡單。其實我哋下圖 FB 上邊嗬，一般嘛用人卡發下，我講親身去都會講，其實唔係看嘢嘛看電視啦，不過佢冇法度講隨口念出來，因為我講
用那种方式吼来。本大家认识咱客家作品嘛，以后真劲吼，相信朋友吼，基本两本事前吼，其实係諷刺性上，佢哋用了2年嘅時間，然後休息多嘅一啲客家詩人、客家詩讀兩本書啲讀，所以看兩本書就可以看到兩條詩人佢哋當到好嘅作品吼。其實還有當到嘅作品吼，一啲下堂節目啦，大家來分享，所以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就進來。今日節目第6檔放映就得繞牆到方慈姐來到亞片同大家來分享哦。我們終於有一本詩選了書哈，就係客家詩哈。上一段節目呢有特別哈，這個是沒有經過彩排的哈，就是特別邀請方慈姐念一首杜班方格老師給客家詩哦。不過哦，真的是為難方慈姐的，因為要考試，要就會考試。不過挺有意思，就會講其實也係方慈杜潘老師佢嘅翻譯嘅詩，那當然這個平安喜也屬實清有名吼，清多嘅人係講認識杜潘方格欣賞嘅人都談過看過這首詩《平安喜》。那當然方慈姐把它變成台步腔，我覺得方慈姐剛剛有說到一句話的重點係乜嘢東西？其實按用嘅客家詩哦，有時候你光看華語還可以看得是，對，不過係講你看的是。一點點的客家詩，也係講你不會講客家話，你可以去讀它。那讀起來的港書又喊它冇共用。對，哈，這是不一樣的地方。不過公共鴉片就會問一個清難的問題哦，就會像方慈姐你寫詩，你也不是來到這個世界上就寫客語詩的嘛，從嘛，哦，你一定是先從華語開始創作，對不對？寫客語詩，你怎麼會開始寫客語詩、客家詩？也係一個好問題啦，應當講我讀書嗰下哦，我媽媽有擺寫信俾我，其實當到自己講得出寫唔出啦，因為媽媽講客家話，係啊，結果我看佢寫有係係用注音符號啊，寫到你安尼。有漢詩，係啊，用團嘅，係啊，我想講，充滿一個客家阿妹吼，表達對人世人嘅愛，透過也寫詩很困難，吼，我伊感覺隱隱約約有一種嘅感覺，也係當辛苦嘛，本來講當痛心嘛一個事情，所以我每下寫嘅時候都講阿妹啊先，加上係喺第一首都講用客話來寫，每下杜潘方格佢成立個番薯詩社，然後都蔡管人鄉下都講以母語書寫，為一個精神嘅一個詩社，講也一生氣都講。都開始來想講，因為想用人自家話來寫，不過剛開始係真困難，有得難時啊，想講天來就好嚟啦，2000年嗰年度太天痛921地震嘛，本來感受到太多講，老人家當到老人家，因為人天痛都冇拍嚟，老婆嘛轉拍嚟，當到。口記都做冇嚟嘛，當到做冇同埋細人家下看到嗰種冇相關。對，小時候的記憶都沒有了，東西變遷都係。所以我家下想講，呢種運動冇法透過慢慢來，天來。古時候就知道會加緊腳步，加去下。可能天公嘛啲係嗬，有人係事嘛。到東升起啊，剛下到康軒啊，也到民間版哦，都開始編客語係該課本嘛。剛下到涂春金老師、馮慧月老師啦，吼，都我哋其實鄉下編該康軒來康語係課本。我想講。我咁做的，見係因為我寫嘅文學性，吼，見講我是得鄉下來。咁佢當到是後代涂春金老師，然後羅兆金老師，家下都當到幾千個嘅學者吼專家都，都得用呢隻詩，大家都開始按呢來嘛，來研究就錯嘅。我講我嘛真幸福，所以講
偏偏有好學，都見寫見學，到每下都要聽講嘢嘅本實習出來。好，唔過講實在話哦，大家可能用上嘅就啲哦，你像可能用客家話講話嘅時間，你就會知道講話其實較簡單，不過就係很白話文嘛。當然，你大家講呀，現推時，可能冇像以前我們要讀別人的詩，什麼五言、七言絕句，在押韻上面非常的講究，格律上面輕講究哦。你看，按用現推時就會，它某 Q 用某錯，唔過其實公司才發哦，因為下時那個你還是要使用非常優美、非常精闢的文字。我去講書黑暗用你啦，我黑唔會嚇死啦。唔過我去講書黑暗用你，我是不敢提筆或是落下第一個字。唔過因為那真的對我來說實在係輕難，我係怕丟臉啦。唔過說實在，哎呦客家話那種一下真的更難，為什麼呢？經常來，我舉個例子好了，就有時候我們講說啊，你看一下湖面，哇，波光粼粼，有冇？唔講你想看呐，按用嘅反義嘅形容詞，你轉到客家話嘅時間，哎，黑馬街，就沒有那個文字對應，從冇，冇有按用嘅問題冇。其實我講寫恁抗議詩吼，都係一開始都用客話去思考咧，都冇安尼嘅問題，我係咪用方言去翻做客話嘛？吼，係。不是用客語思考嘛？不是頻道馬上都要調整，馬上調客語。不過跟客家話會前後這樣走的，就意思就會講你會的那種客家嘅形容詞啦，客家嘅名字係輕讀，你才有辦法。經常錯冇？其實人問題咪輕重要，所以講安尼也要個客家心，客家嘅一種係點講，一種情感啊，情感嘅部分係輕重要。對，都變講。像我有寫一首色茶，佢平常時人都色茶嘛，啊色茶佢下發現有乜嘅感覺，佢按嚟出來，係按用嘅感覺，就寫出來就錯嘅。係啊，不過講實在話，你睇下真有意思嘅地方，唔啲看電視嘅鄉親朋友按用嘅感受冇，我相信青島看電視嘅鄉親朋友記得會講客家話，當然講到清楚，比人家好，還有就係記得會講華語，因為華語呀，大家也有學習嘛，錯冇？唔過有時候你會知道，有青島嘅東西客家話冇法度講，對不對？唔過我呀下發現哦，有青島客家話做的講嘅東西，反而也冇。對，怎麼說呢？比如講比如說你可能看了青島嘅客家嘅詩，你下嘅客家詩哦。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，比如大家會講，哎呀，人家講你真係很無辜哎。有沒有無辜，對不對？然後就會有那個年輕的朋友就會說，哎，無辜係乜個意思啊？哎，我發現我沒有，我發現我冇發出情到很客家詩，那個對，就是那樣的華語詞，真的去對應無辜的那個意思。那我就突然發現，像無辜就會一個很好的。客語才能夠說的詞彙，對不對？故說平常按用來來回回之間，應該這種體驗，應該是不一樣，錯冇？係啊，哦，其實我講恁客話哦，我你下想到嚟講，杜盼芳佢佢嘛是講吼，對講金碧於紙鈔啦，哈，係講恁客家話，雖然講咩很通行，咩講大概都解，不過這種語言哈，你也仲係語言都係講有幾種特色哈啊，反應冇誒，所以一年現在頭腦清吼都發現係因為看一本書嚟當地，嚟講嘢都係你嚟播啦，像嚟寫詩家比如講粵講法，錯，好粵講法，哦翻譯幾多講粵講，對，你法用假詩咯去，一個。講書就冇共用嘅，比如講一下有青島嘅名言，像我媽媽哦，以前會講日頭花，對不對？日頭花係太陽花嘛，當然唔係啊，其實唔係日頭花，就是一種有沒有那個光線？好，用反義嚟講，就光線，對，閃爍，透過樹影，然後有沒有折射到地上？然後媽媽就會講哦，呀哈哦，下豬頭冇愛捏哦，去曬下日頭花，我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好美的客家話嘅用法。或者說寫詩可能也係在這個客語跟華語之間的一些轉變，哦，要有意理是得寫啦。唔好喺先生，你頭先講嘅都有意思。冇啦，哎呦，這個是真係像我講嘅，就會我對這件事的感觸就會按樣念。古中我就是古中我看一本書嘅時間，就知道講，哇哦，都會客家話底下呢，對，所以老師裡面也有很多首老師的作品在裡面。係愛
有的，不过爱讲我讲，也摆看到啊，像彭青青老师来讲吼，伊嘛亲身去记，有班爱去开，伊个算讲研习嘛，就我将第几有写字，写的嘛真有意思，偏向来个吼，我当场去听纪念，哇，嘛一好听，我想讲，今后对讲一本诗献礼拜吼。莫讲同质性太高啦，错，嘿，所以我讲我讲，偏向，安尼讲较像啊不有偏向，那戏安尼嘿吼，我平常时一种较少，不过讲到呀天上哈，其实真的动有意思哦，都在天上在诗里面那种细腻度，用于来表达，用于来诠释，想用这边先聊下，等下好好来讲一下。东方伊昨天绕墙头方慈姐乐到节目地图，让大家都小改吼哇，等下又动到那个资深的或是新一代的诗人哈，然后来到鸦片有青头跟哈嘎斯，在这本书里面哈，大家都得读到很多哈，真的太开心了。不过上一段节目有共的哈，有一个老师哦，彭老师彭清新老师就下斗啊，就下斗讲作诗有一天诗情有一个元素青葱也有黑嘛个东西呢，我觉得我今天好像。讲话也开始偏向，对，一个偏向轻松摇。我看到呀，还是我新关注第一个想法是哪个东西？唱山歌哦，中山歌听说会偏向，有冇？青头嘅欣赏，对，青头欣赏咪讲，你嘅山歌吼，尤其係個落山歌、山歌字吼，就是你講三大調嘅山歌，而唱嘅青草嘅就會偏向，嘅偏向見到有獎冇，就會你唱得有好冇，黑某記得還會有那個手勢哦。那個符號叫天上就會有冇可能嘅波形圖，天東向嘅。不過我想到，寫詩，彭老師說也要有天上對，好，所以這種感覺是不是比較像是吟唱詩的那種感覺？黑某，佢講彭老師嘅寫圖吼，都有嗰種都那當。想講能客家當從接聽到嗰種誒比較吟唱的嗰種嘅感覺係冇？係啊，對，係啊。像譚伊嚟講到以後，都係講山歌呀部分。其實山歌嘅元素當到是做能現代時代嘅一個當好嘅養分啊，養分。對，錯。我估說像當然啦，因為一底度吼就有彭老師嘅詩，我有打開來看，當然我樣看通。我唔會多，欣賞靠思靠愛，嗰種是愛靠思靠，靠欣賞靠愛。當然我係唔會，因為佢也有不同的。這個是老師他原稿上面就按用某種嘅詮釋哈。故說哈，永清朋友，其實有意思就會講哈，一般現代詩看到你看像看到彭老師的詩就某種用，他就會幫你劃線。邊個就這首詩叫做求名牌，求名牌有冇？他第一個就會是周省名撒有冇？那我們不會念就會周省。不過他可能在吟唱上面就某 Q， 他有一些符號在上面，對，所以可能要有機會，可能要邀請彭老師都先從嚟吟詩一下來表現下。不過欣賞其實按有個分用會挺有意思嘅，那老師就會覺得說，在這裡面就會有老中青三代。某 Q 嘅主體，對不對？然後也代表着某 Q 嘅時代性，老師有這種感覺嗎？有啊，其實日本像李玉芳啦，黃子瑤啦，可能香港較頭前頭寫啦，啊每下像劉慧珍啦，羅思龍啦，羅思龍阿媽講到佢爸爸羅浪老師，佢作品嘛係真好，所以都係講能像給馬土給自然嚟到歸清境土境啦，所以有誒像黃有富老師啊，為下較寫唔過嘅嘛清音鏡頭寫，啊像人當然係像平心嘅文學獎係嘛，文學獎嘛，都係講發現到嗬，其實很進度能客家人講。後起之秀係先嚟使言，係想講上嚟到睇要講到講，係咪到藝日本當嚟都係將第一石頭，啊本呀一天一天嘅人講漣漪嘛，嗬越來越大，哦加
该有发挥家影响啊。错，我觉得这也是亚本书给书名亲有意思给提逢，因为平常就讲到龙奶嘛，就是你是第一个你种下这一个种子的那个人，那里面带出非常多亚哈资深的也好，新一代的也好，给使引对，然后就像你讲说给马秃给字，一个一个带出来，当然这里面会太卡亲有意思，这个就爱按用给演技快用给诗选，都大概到上你给感觉很某用哎，不过你真的就会看到每一个不同时代的诗人，你写出来的主题就不一样哦，就会有一辈的诗人很妙哦，在里面有青豆跟石，它会跟那时候的风风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跟用时跟天气有关系，环境有关系，它各种跟饮食不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可是现推给新一代的诗人写的主题又完全不一样。对，有像今年人家两年有看到都一讲天鹅啦，苗鹿啦，对，也都慢慢安尼生发来，个年又过去了。错，我因为迄安尼客家讲有行的路讲有法度讲越来越远。真嘅係按樣嘅冇唔錯，不過現場有講到一隻輕貼嘅事情，就會講我們前一段有講到夏哈嘎斯其實老師我們就是，我覺得不論你係客家人呀唔係客家人，你可以下呀客家詩，你嘅客家話就會更進步。唔係講我係客家人，就輕微下客家詩，因為個文字還是要練習，對不對？像普文我嘛係從不講親。簽法時間啦，一般嚟講都七隻剩下，每關係愛用那隻詩，直覺上嚟都想愛用那隻詩都係。不過嚟講，一個親有問題嘅行嚟都不滿到先生專家好個像徐老師、徐登志老師啊，嗰啲東西也部分從他親有研究，像羅兆金老師、范文芳老師啊，因為佢嘛寫當多好嘅作品了，所以我相信也都先生佢偷寫嘅下可能比我很較強，但一般係悶啊。對，不過公司採訪基本上同鄉親朋友來分享攏來日本、台灣客家嘅學藝術嘅實現挺有意思。不過其實說實在的，這廣告嘅時節同現場的大嘴鼓就講到挺有意思嘅問題，因為像杜盼芳嘅現場公司採訪有青島嘅原因是佢係大家嘅偶像，杜盼芳嘅曾經。杜盼芳格老師曾經講過佢以前張開始結婚嘅時節，比如講為人妻、為人婦，然後佢用時嘅生活清無限嘅時節，一整天下來清無限，迄個佢有感覺嘅時節，佢就會撕一下一張日曆紙，然後喺日曆紙上面把它那種感觸就下落來，那可能就成詩了。所以這個生活是非常非常有關係的。然後剛才芳子姐又說，廣告給時節有講，有詩其實就會我們跟生活、跟世界的一種摩擦。一趟動，他就說真的是詩人咧，亞地巴還真的很難懂係冇？其實對講，對人生活、對人世界有感受啦。你能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摩擦，其實它就會有溫度。有溫度，然後這個溫度夠的時候，它就會有亮。光，有光。那我是覺得，創作一件事情都會講，那唔單止係保持個溫度，可以講有法透過發光，可能個行卡層次又夠加提高。對，而且芳子姐跟杜盼老師應該是感情親厚係啊，特別一方面可能同律師社跟他都修飾到。很久了，30年所以其實兩個詩人，兩個女詩人用30年講話，其實有很多交流的部分。其實我哋不客家講法，都係因為我哋兩沙所曉講客話所以我哋兩沙頭搭咗古仔用客話嚟講，太不用去講詩嘅吧。按要做得交流大嘴鼓，所以這挺有意思。不過杜盼芳格老師他其實有很多事情是不是也是用日語日本化來寫？用日本化寫。哇，那真經就代表佢喺經歷某種時代，然後某種背景，然後佢對語言嘅
那个掌握，完全也是很厉害，很辛苦。佢有一年同日本奈良的天理大学哈，他受邀去那边演讲嘛。佢都講日本人安諾佢講日文安好。不過佢咁講佢作為個台灣嘅客家10年吼，聽到人話其實對佢來講佢真唔甘願，因為冇法度用自家話來講啊吼。我從同大家講，德西達一個哲學家，佢嘛講過都係講，我只說一種語言，但這個語言不是我的，都係講能抗人也好，也講好多人也講原住民嘅朋友，因為能台灣嚟一個經濟嘅問題，變個能不斷的在換國籍，是，我們的能講嘅話嘛，係不斷的在被壓迫，按過根本人吼，實在講能越來越有法度講其他話，冇錯，係都運動能好嚟，老嫩太是，大家聽下來講，好嘛？對，所以鄉親朋友吼，基本進行東分宇宙的繞牆頭方詞欣賞來到節目地圖啦，大家都分享佢出嘅新書吼，落奶，然後地不都有你是改客家事，你有東江改客家事。真的，今天非常謝謝方子姐。所以我講下，弄人呀，梁家師係黃卓全老師，黃老師，黃卓全老師，大家唔知幾有寫時候，佢彈出詩寫，哇哦，所以哈，大家人24-30年是得去看，慢慢品味，超好，對，人會講哇，原來呀導演仲有寫詩，真嘅，我說節目真的，謝謝安子姐，謝謝羅蘭，好，鄉親朋友，好，大家攞一看兩本書哦，等下聊一下，天天欣賞，你做認同了。